我来看的是王崇德、陈良武也两个中年人，一个是温过肝，一个温过腰的药，来到推动吃上调养身体。伊能利用菜体好米囤食材，用纯米粉做米面条，还用家传的好素米开发出米面条调理包，坚持少盐、少糖、少油的料理方式，希望本消费者吃得到康健、利便又个好食的东西。唔但抢食嘅，伊能的店面也个贴牌，系70年的老丽莎重新装潢嘅，向下来看下先。它里面掺了米粉的成分所以我们在煮这个面条会比一般的纯面条要花比较长的时间，目的是要让它里面的米的成分能够煮透。那这种面条不怕煮，越煮它越 Q 越好吃。我嘅杜烘嘅米面条係用池上米純米粉做嘅，同一般米谷粉做嘅米面條無共樣。少為精緻澱粉，含個無落防腐劑、無落感，使得身體含個無負擔。這個面啊，它本身因為沒有加鹼，它也沒有加其他的防腐劑，所以它一定要做好的時候一定要冷藏。如果沒有冷藏，它可能就是在1個半小時至2個小時裡面就壞掉。我得到康健的米面條是無按貴，但像係研發就花費800年按久，研發唔上嘅就結合的面條有600公斤按重。王崇德、陳良武味道會濺出純米粉、純麵粉，按用嘅皮能為度好嘅比例，吃嚟又吃。米粉的部分比面粉多，它吃起來就有像米苔目或像板條。但如果米的部分變少了，它那個口感又很硬，又變得很硬了。因為這個麵粉它不可能只是單一個麵粉，它一定是高筋跟中筋的麵粉去做一個混合的比例。要不然如果是純高筋，它又太硬；純中筋，它又太軟，煮起來又爛爛的口感。它的 Q 度可以延展成這樣。王崇德同葉子聰、陳良武兩個中年人都係器官移植的病人，一個溫過肝，一個溫過腰嘅，我所對健康養生一定重視，為到愛調養身體來到吃上。雖然係愛養身體，但係愛傳到來食。嗰所以等本做祖傳嘅素米調理米面條料理包，團員幾到6下，堅持冇按鹹、冇按甜、冇按油，盡量用池上菜體無毒嘅農產品來做食材，希望消費者食到嘅係康健又有好滋味嘅食物。很多人都以為健康就不美味嘛，美味就不健康。那我們是希望把這個觀念可以改變掉。可以產生出既健康又美味的產品出來。過程我們是完全不添加味精然後也不添加不該有的一些這種添加物簡單的說啦，因為我們本身身體的關係啦，我們也長期要吃那個抗排斥藥物嘛，所以我們能吃的東西大概我想一般大眾應該都沒有問題啦。小碌碌又 Q 又順牙嘅米面條，無論係皮薄到落落嘅豐收牛肉，亦係攪拌強嘅醬，看到人該肉肉嘅真蠻相似。比較 Q 結實，因為而且你看數量不是很多，可是它很容易有飽足感，就這樣它的特色。它的面條口感很 Q 彈，然後很扎實，所以就是你吃的。覺得那個跟你在外面吃到的面的那種感覺完全不一樣，可是一邊吃就覺得有那個米香，因為它是米面條嘛，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特色。唔單止米面條食起來同人無相同，就連
做囤买米面条的蔬菜，人们喊得更高。下面係由72年的羅麗莎狀況過的。當時的想法都講誒，動物做得整理好，都會講賦予佢有一個新的生命，嚇，咩冇想到安多。拄啊好講高雄的朋友，嚇，想講我來，也持松也來做一個 long stay。哦，做一啲養生過日養生的日子所以講都逐步高雄的朋友喺度也開店然后它的结构都还算完整，我们就只是做一些基本的补强，把它做好这样子。我们甚至这边还有一些客人他也不一定要进来消费，他带一本书或者自己买一杯咖啡，他就可以来坐一下午。只要我们在的话，我们都欢迎这样子。雖然係私人財產，唔過老屋嘅叫為新生命。黃崇德陳良戶改開，希望團安裝到中逢高位屋嘅團大家來分享。做個器官移植太手術，體驗老屋面頭前行一轉的記燈，還個希望團康健飲食的理念推廣出去。因為現代人都比較忙碌啦，那工作的繁忙啦，或者這個一些壓力啦，所以在飲食方面可能都比較不會去精挑細選啦。在外面就是隨手可得的一些食物，他們就會比較不經過選擇，那往往吃了太多的不健康的東西，那就希望說我們那個時候遭受過的這些遭遇能夠成為大家的一個前車之鑑，不要再重蹈我們的覆轍。羅麗莎新麵店老師內新品本，多部團頭家路得到新生命，天發發空間獨好，黃崇德陳良戶，希望陪韓國多人，結合冇辦法同時顧到好滋味，團紅片的老觀念，和享受又好食又養生的海底子。